来看台北市一间公立高中的特教生上课对老师起卡动手，这段影片受到真侪注意。教育团体的立委是表示讲，目前9成内的特教生拢是读普通班，也毋过资源其实无啥够。以特教的助理人员来讲因只领劳基法上基本1点钟183块的薪水，所以是真恶找人。 2、3查甫学生甲情绪失控的同学压制伫台下顶，另外一个人来提起拄风拍的老师爱比一个。这是台北市某高中特教学生甲老师拍的情形，民众看到影片拢在问，现场内无其他的教职员。旁边没有任何大人们，反而是这一群学生在做处理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认为老师应该要受过特教的一些训练，好，也就是说他要参加特教研习。不过台湾现在没有规定所有的老师要上。 立委林月琴表示，以这个个案来看，处理的流程有问题。目前有96派特教学生读普通班，教育部应该要求所有的老师进行特殊教育研习。全教三指出，学校应该要有专任的教师助理员，或者是学生特教助理员协助。不过全班15个学生才会当配一个教助员，特教助理人员根本都找无人来做。学生的特教这个助理人员的话，他是部分工时，他这个孩子的话，他一天可能要6到8个小时，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特教助理人员就陪伴在身边。可是因为县市政府的经费不足，所以他可能就是只有给他2个小时或3个小时。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这个学生登去学校了后，会甲伊配一个特教助理员。若这个老师是代课的老师，事先唔知影学生是特教学生。教育局又要求学校要落实代课老师的工课交接，包括特教学生甲辅导管教事项。若这个老师冇伫社群媒体分享代志的头尾，冇公开阿妈棍受伤的相片，讲伊已经去警察局报案，要提告伤害、毁损甲公然侮辱罪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